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7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将要责任行政院长的市长赖清德，今仔日下晡召开年内最后一届市政会议。会议进前，伊也亲身接受画家柯武勇的家属，捐赠予台南美术馆的100个画作，同时佮颁发永有市民和长期历史公益的地形格。将要责任行政院长的赖清德市长，伫年内最后的市政会议当中，为台南市未来美术馆留下重要的礼物，就是台湾立体画派先驱画家徐武勇的100个画作。近100个画作价值高达2亿，市长也亲身颁发感谢状，予徐武勇先生的子女。承蒙我们美术馆基金会的陈慧忠董事长的劝募啊，我们有许武勇老师捐赠了超过100幅的画作给我们台南市美术馆，这对尚未正式开幕服务的美术馆而言，可以说是意义重大。那另外一个是，我也要最后一次代表台南市市民，颁发我们台南市市民最高的荣誉，也就是卓越市民奖，给我们戴荣吉董事长。能够让家父的画作被典藏在他最深爱的故乡台南市，更希望将来呢，借由美术馆展览家父的画作，能够对乡亲子弟呢，对美术文化能够有所启发，帮助父亲呢完成他多年来希望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的心愿。会中，市长也亲身颁发永有市民，予长期关心弱势教育的戴荣吉董事长，代表市民感谢戴董事长对台南市的付出。颁奖结束了后，市长也继续主持市政会议，并且再度感谢各局处主管全力以赴执行各项政策。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政会议之后，马上进行市长交接典礼，由秘书长李梦燕接下代理市长一职。现场的气氛虽然充满不甘，不过准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伊并无离开，只是伫无同的位置继续打拼。伊也勉励市府同仁爱伫各自的位置努力，让台南市大步向前。赖清德将要接任行政院长。今日是最后一天，以台南市长的身份来到台南市政府。伫咧今日下午的市长交接典礼，现场侪市府以及主管以及议会赖美惠议长，甲侪议员拢到场见证。由行政院内政部长叶俊荣担任监交人，赖清德正式将职务交予代理市长李梦燕。赖清德表示，心中有满满的感谢，也表示这是一个新党的时刻，肯定李梦燕的执行力。有信心，李梦燕会当带领着台南市政继续向前。我要感谢李梦燕代理市长。其实我心上的石头，一直到他上台宣誓的时候，我才放下来。我没有恭喜他，我只有感谢他，因为我不确认恭喜是不是适合现在的状况。就像最近很多人跟我恭喜一般。因为这是一个承担的时刻，虽然只剩下1年多的时间，但是呢，台南市的许许多多的建设，也需要能够如期如此完工。在这种状况之下，执行力是非常重要的。那过去李代理市长，不管是担任局长或是秘书长，这方面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我有信心，在他的带领之下，市政一定会持续往前。接下当担成为代理市长的李梦燕也表示，会全力承接各项市政业务，
秉持进前赖清德市长所规划市政方向继续迈进，也感谢赖清德市长给予的支持和信任。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市长对我的信任跟厚爱，委以我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其实一开始听到市长这样的征询的时候，我是百般挣扎，抵死不从啊。那但是市长几乎没有给我们这个说不的机会啊。那么，但是我们也觉得应该是有更好的、更有能力、更优秀的人选。但是感谢市长的厚爱，希望我来承担这个重担。那我会全力以赴，不负市长的这个期待跟市民的托付。赖清德随后也到市府二楼中庭，伫遐迎接伊的是满满的市府同仁，因拢也着表演热情的欢迎因的大家长赖清德。同时，也有市府的同仁大声喊着赖清德市长是因一世人的头家。现场满满的祝福气氛，也展现出赖清德的个人气。带着满满的祝福，赖清德暗时将要坐高铁北上，并伫明仔载接下行政院长这个新的职务，面对新的挑战。咱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赖清德任内有侪市政拢也未完成，希望伊到中央以后，会当为台南争取更较侪建设。另外，也希望代理市长李梦燕会当将一党外任期做好做满。针对赖清德进前曾经讲过，伫担市长任内会做好做满，但现在却离开台南，到中央接任行政院长职务。对此，议会国民党团一一指出，赖清德任内答应要做好的市政，包括治水、亚太棒球场、新市政中心，以及侪重大产业案，到即马拢也未实现，并期望下来代理市长李梦燕会当将当半的任期做好做满。我们的李梦燕理事长他能否把赖清德未满的承诺、赖清德破功的承诺做到、做好、做满这一点呢，我们也是这个非常担心之外，也要求不能够再如此这般的糊弄台南人让台南人再次失望。我想这7年来，我们看到赖市长他做的并不好，所以其实也不用做完，快走人，对台南市民是一个福气这是我对他去接阁揆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身为一个行政院长，这么重要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阁揆，对你当初开出来的支票，你现在能够兑现多少？你对台南市民的诚信跳票之后，你可以以你行政院长多少资源来弥补这个这么可爱、这么温暖的台南市这个县市，让我们台南市民因为你当行政院长有更多的福利，有更多的建设，这是我们拭目以待。对着接下任务的代理市长李梦燕，议员洪玉凤表达真大肯定，强调这个市政团队主要是看守的目的。但也呼吁中央莫干涉伤济，会当让代理市长自由发挥。我们也希望说，他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事务官，一路上来的，从基层上来。我们也希望说，你既然把这个工作交给他，那我们请那个所谓的门神先生们退到旁边去，让他放手一搏，也许会给台南市带来一个不一样的面貌了国民党团强调，真侪地方建设，进前市长拢表示会向中央争取经费，而如今伊已经去到中央，希望伊会当兑现伊的支票，为台南争取更较侪建设。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中市长林佳龙甲立委陈田辉应邀参加正常国家文化基金会等单位主办的青年营活动，甲青年朋友探讨政治相关的议题。因也希望会当借着自身的经验，鼓励青年朋友参与公共事务，做伙为台湾的未来来打拼。
台中市长林佳龙甲立委陈廷辉受邀参加青年营活动，甲青年世代面对面直接交流，也甲种种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对此，陈廷辉强调，现在政治氛围甲以前已经无同款，现在青年的力量已经被受到重视。伊认为这就是国家迈向进步的第一步。当初在20年前，其实我们在踏入这一条的政治路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在走访拜票的时候，其实有受到很多一般民众的质疑。那我们现在看到20年后的现在，完全是不同。现在是只要是年轻，只要是说号召我就是年轻的一代，可能大家给予他的支持，还有给他的机会是比过去多很多，甚至还会支持他、鼓励他。对陈廷飞立委他能够举办这一个青年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政治人物不是只有自己往上爬更要让后起之秀有路可走。那我常年因为关心青年人不管是我组织智库那让大家可以有能够有公共的政策的讨论。或者是我们透过一些基层的行动，让年轻人可以有实践的场域。我觉得这个营队本身就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域，那让大家年轻人可以齐聚一堂，那分享交流，那也可以很快速的成长。为7月开始，就举着麦克为爸爸助选，接触政治的陈廷辉，一路行来非常感谢乡亲以及民进党给伊机会。虽然曾经接受困难，不过伊犹原努力突破困境，嘛希望将自身的经验带给少年朋友，可以会当减价一寡苦。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加入我们从政这一条这个不是那么好走的路，但是呢，当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一条路走起来，把它当成兴趣，你会走起来更轻松，而且有那么多的前辈共同来支持你，我相信可以将经验与你分享，你会让自己会更快乐在政治这一条路上。由正常国家文化基金会等单位下办的青年营活动，以台湾政治发展、环境议题、甲青年中正等主题，希望培育更较侪青年力量，来改变台湾重北轻南资源分配无平均的问题。咱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铁坤姐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饮。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府劳工局今年第3场的就业博览会9月9号将伫大塘嘉年华购物中心举行。到时阵将有90间的厂商提供超过6000个工作机会。由市府劳工局举办的大型竞赛活动，将伫9月9号伫大塘嘉年华购物中心盛大举办。这个提供超过60外间的厂商6000个工作机会，其中建到将近100个薪水5万的职缺。劳工局长表示，非常感谢厂商提供工作机会，也希望求职的民众甲竞赛厂商拢会当找到好工课甲好人才。今年的第3场就博览会在我们仁德的台港嘉年华。这一次一共有90个厂家提供6330个职缺，那我们也一直在要求说，
值得介绍大家有头期外，我们希望相关的劳动条件当提升。所以这间内底有100个直切是50K， 等于是5万块。那有300个直切是30K 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拜托老板能够回馈给我们来的劳工朋友。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如果现在没有工作，或是你会感觉讲你这个工作感觉无介顺利，想要换一个头路，希望9月初9来到仁德台糖嘉年华共同来找你的头路。在记者会当中，台南市职业木工工会理事长方成科也带领今年得到劳动部全国这场达人杯技能竞赛学员，并且由副市长吴宗英进行表扬。另外，也颁发5星绩优企业。互两间公司感谢企业提供优质的工作环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成功大学教授刘清泉甲雷大同因为感受到83000公尺的高山，会当一路看到四季景色的变化，所以两个人均也改做伙上山去挑战家己的体力，同时也透过相机来记录高山的风景。由新大医学院教授、小儿科医师刘清泉，以及新大资源工程系教授雷大同，两人所翕的相片，现在正在新大病院门诊大楼2楼展出。因为爱爬山以及爱摄影的兴趣，所以常常抓着相机，不断挑战台湾高山。除了训练体能以外，也接触将高山美丽的景色记录落来，分享给更较侪民众。觉得登山，你可以知道台湾之美。从高空上，从高山上看台湾，那风景真是你跟平地体会不一样。但是它也是一个自我挑战。我每一次要去，我的同事说：“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你要背那么重，你要那么累。”然后我老爸他已经去年过世，就跟我说：“啊，你得100万腰，你做以前唔做，你得变地方做，你走去山顶遐受苦平安呢？为什么我要去做重力训练？我就常常背着10几公斤、20几瓶矿泉水，拿着一个背包。那晚上在那宿舍，我已经在住小东的宿舍走，从那 B1 走到10楼。的同学说你要干什么？在做负重训练。你要上高山，你没有准备，你上去的高山症你会垮的，你没办法完成你的行程。所以是自我挑战，自我一个实现。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你想要爬山的梦想，能够把它实现，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事。那也是欣赏台湾高山之美。透过一张的相片，会当看到一年四季无同时间所呈现的高山景色。对此，刘清泉强调，对大部分的人来讲，爬山需要体力、装备甲经验，所以伊嘛希望借着这寡美丽的相片，激发民众向高山踏出第一步的决心，享受爬山的快乐。感谢本台山林根采访报道。这位36岁产妇伫咧生囝了后发生大出血，意识无清楚，结果检查发现是子宫收缩不良所来造成。医师指出，这种情形有可能是因为生产的过程上过久，或者是有肌瘤、多胞胎等等来造成，所以伫咧拄啊生产了后，一定要特别注意。生囝是一项真歹预测、佮充满风险的代志。虽然随着医疗的进步，已经降低未知的风险，不过生囝了后的大出血，依然是真歹避免。其中造成大出血的原因，包括有子宫收缩不良、产道裂开、胎盘也则是血液残留，以及淋血功能无好。其中子宫收缩不良是较常看到的原因。子宫收缩不良的原因很多，但是子宫收缩不良是我们产后大出血最常见的原因。那其中有分享到，就是如果是产妇个人的体质以及待产的时间的长度例如说体力耗尽待产时间比较久等等。再来就是子宫的结构，例如说有肌瘤或者是腺瘤那这些会影响到子宫的收缩，当然就会容易收缩不好。再来就是子宫的大小，例如说多胞胎，例如说双胞胎或者是3胞胎等等，所以在怀孕的过程中，子宫就被撑得很大，所以也容易导致产后的时候呢，子宫收缩不好。这些，那在剖腹产的部分，有时候药物剖腹产的麻醉的药物有时候也会可能会影响到子宫的收缩，对，所以这些是可能会造成收缩不良的原因。那在大出血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是优先我们会去处理的，就是改善子宫的收缩。
这个会先优先去把它给改善，然后再去，同时也要注意有没有可能其他潜在的原因造成它大出血。医师指出，除了使用药物甲手术机会以外，也有伫子宫内底放一粒装水的球来造成压力，达到止血效果。若是医院无法度止血，阁有动脉血管栓塞治疗会当使用。但上重要的是，也是爱先找出大量出血的原因，才会当对症治疗。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晴云短暂晴好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9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